華航客機喺澎湖墜毀，初步排除係機械問題。台灣傳媒報道，機上最少有10幾名港澳人士。市建局首個項目唔夠30%業主肯賣樓。各位新聞嘅詳細內容，一架中華航空公司客機由台北飛往香港途中喺澎湖外海墜毀，機上載有225個人。台灣傳媒報道，當中最少有12個港澳人士。當局正係由海空兩路全力搜索，而台灣無線衛星台引述華航報導，初步相信事件起因同機械無關。劉偉賢報導。出事嘅編號 CI611 華航客機就係呢款波音747-200型客機，載有19個機員同206個乘客，包括203個大人同3個嬰兒。台灣嘅東森新聞網報導，機上至少有12個港澳人士，仲有2個大陸人、1個歐洲人同2個新加坡人，其餘大部分係台灣人。架機下晝3點08分由桃園中正機場起飛，原定4點29分到香港。喺3點33分，架機飛到澎湖外海，喺馬公西北面10海里嘅海面，突然由雷達上消失。台灣當局隨即由海空兩路進行搜索，由屏東同嘉義派出多艘軍機，海軍就派出12艘巡邏艇到飛機失蹤嘅海面搜索，亦聯絡附近嘅漁船協助搜尋。到傍晚已經發現一啲殘骸。空軍有一架飛機啊，在這個馬公東北方25海里的時候啊，發現救生衣在4點34分的時候。那麼另外呢，我們在5點05分的時候，另外 S70C 的這個飛機啊，回報在北緯23.58度，東經119.39度，也就是說，在馬公東北方20海里的左右，也發現有大量的油脂。那麼另外，我們剛才5點22分的時候呢，C130棟的飛機呢，它發現飛機的艙門。不過暫時仲未揾到乘客。陳水扁總統對事件表示關注，要求各部門全力搜尋。而行政院、交通部同民航局已經成立緊急應變中心，統籌同指揮搜救工作。今次出事嘅飛機機齡有22年，屬於較舊嘅飛機。無線電視記者劉慧賢報導。台灣嘅行政院長游錫堃表示，搜救人員喺挨晚嘅6點2個字已經發現第一具遇難者嘅屍體。咁而台灣嘅無線衛星台就啱啱報導，華航方面已經證實機上面總共係有19個港澳同埋大陸旅客。咁而我哋記者杜允惠咧，而家就喺赤鱲角機場華航嘅櫃位㗎。係啊，杜允惠，空難之後咧，華航來往香港同埋台北嘅航機咧，有冇受到影響呢？咁我哋頭先呢就問過華航櫃位嘅職員，咁佢哋話喺空難發生之後呢，佢哋嘅航班即係來往香港同埋台灣嘅航班呢，都係一切正常，冇受到任何嘅影響㗎。咁啱啱呢，我哋就見到呢一啲墜毀嘅客機上面嘅乘客嘅家屬呢，就係趕到嚟機場呢度了解情況，咁佢哋都顯得呢非常擔心同埋憂慮㗎。咁而頭先呢，我哋喺接機大堂呢都訪問過一班呢就係由台北飛到嚟香港嘅旅行團，咁佢哋嘅個飛機呢就係喺出事嘅客機5分鐘之後呢就起飛㗎，咁但係佢哋話呢，台北當地同埋喺外海上空嗰個天氣都係一切正常，冇任何異樣。詳情由呂炳權報導。赤鱲角機場嘅航機資料顯示，屏上出事嘅華航 CI611 班機打出延遲到達嘅字樣。而同出事航機差唔多時間由台北起飛4點幾到港嘅國泰客機，有旅客就話當時天氣情況係大致正常。沒有，沒有什麼氣流啊，只是天氣是比較陰，沒有什麼大太陽。陰天啊，陰天。你們是沒有下雨，沒有下雨。而本港旅遊業議會就話，機上嘅香港人都係散客。根據我了解咧，就係呢班航班咧係冇任何香港嘅旅行團喺度噶。咁香港嘅散客應該有嘅，但係咧就要等華航嘅公佈先得嚇。為今次空難，中華航空設立緊急熱線，電話係22611815。中華旅行社嘅求助電話就係90916005。本港入境處嘅求助熱線電話係28293010。無線電視記者呂炳權報導。咁華航嘅發言人呢，就將會喺10分鐘之後呢，就召開記者會，講解今次空難嘅最新情況。目前最關注嘅呢，就係打撈嘅工作嘅進度，同埋機上呢死難者嗰啲嘅名單。咁
咁咧亦都會咧問到咧就係死難者嗰個賠償嘅問題㗎。先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。唔該晒。中華航空公司喺1970年以嚟已經發生過最少9宗造成傷亡嘅空難。華航近年幾宗嚴重空難，由李敏念講下。99年8月，一架由曼谷飛嚟香港嘅華航 MD-11型客機喺8號風球下降落香港赤鱲角機場嘅時候，失事成架反轉，機上315人，有3死200幾人受傷。調查報告指，意外係由於風切變引起。呢一次亦都係赤鱲角機場第一宗空難。而喺98年2月，華航一架由印尼巴厘島起飛嘅 A300型空中巴士降落台北中正機場嘅時候，由於機師出錯，第2次降落嘅時候失事撞向民居，造成202人死亡。華航嘅 A300型空中巴士喺94年亦都發生過空難，降落日本名古屋嘅時候失事，着火爆炸，有262人罹難。調查報告話係機員疏忽導致意外。而喺93年，華航一架波音747客機降落香港啟德機場嘅時候滑咗落海，有23人受傷。無線電視記者李敏念報導。睇其他新聞。市區重建局首批重建項目向業主提出嘅收樓建議下星期2到期，目前只有唔足夠30%嘅業主答應賣樓。市建局表明會以土地收回條例強行收樓。陳思維報導。3個區近200個居民集埋一齊，表達對市建局嘅不滿。好似住喺灣仔嘅李錦超，不滿市建局出86萬嘅收購價。佢今個月初根據市建局嘅指引，揾認可嘅測量師再估價，價錢高咗1/3，超過200萬。但係當局前幾日回覆話拒絕更改價錢，同埋佢好似喺度做緊一場戲咯，會叫每一個業主都自己去揾測量師，你哋揾測量師先啦，揾咗嚟估價，估咗翻嚟先啦。但係呢，估完翻嚟呢，就係全部掉晒落垃圾桶。李先生話：就算損失10萬蚊嘅搬遷費，都唔會賣樓。佢如果咁野蠻嘅話呢，我同佢堅持到底咯。到時睇下佢用咩方法嚟抬我走咯。市建局就回應話係測量師計法有問題。有啲設計師用咗一個相當之新嘅樓宇，係2年咁樣嘅樓宇呢，係大概呢係即係去到6-7千蚊尺咁嚟到做個基準。咁呢個呢，就跟住就折舊翻下去到7年。我哋係攞中位，佢哋呢就攞譬如高檔啲嘅位置呢，個出現個水平呢就係有分別啦。截至琴日為止，400幾個業權當中，有117名嘅業主達成咗收購嘅協議，其餘仲傾緊。有60幾個業主就冇任何嘅回覆。市建局話非常滿意，喺星期2限期過後，將會向政府申請引用土地收回條例收樓。受影響嘅業主亦都唔會攞到10.5萬蚊嘅特惠津貼。吳展明話：對於簽咗收購建議書嘅業主，如果遇到有啲咩問題，都可以同佢哋傾。例如財政方面，訂金可以由1成增加到3成，而搬遷時間亦都可以褪遲。無線電視記者陳思維報道。